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增加6例带病入境，2例本土。另外，今日增加7个人注射了后通报死亡，其中1个个案是自 BNT 感染15岁。台南一栋大楼住户登记予厝边的分别困扰起甲提高，因为有证据，法官判的胜诉，厝边要赔5万块。新北片头渔港出现一只海豹，动保处要甲送去适合的环境安置，要甲掠，不过因为伊动作谨慎，动失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增加6例带病入境，2例本土。这2个病例，一个是伫台北，一个伫新北 ，CT 值拢还阁真悬。因为因拢应该是旧案例。另外，今日公布7例注射了后通报死亡案例，其中1个个案简单15岁，是自 BNT， 隔21天了后死亡，是目前上细汉的个案。国内新冠本土疫情，25日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案例16485是20多岁，住伫新北市的男性。10月24因为肺病需求采检才确诊 ，CT 值是33，血清抗体 IgM 阴性 ，IgG 阳性。另外1个本土个案住伫台北市，案例16486是40多岁男性。10月23因为陪伴生产需求采检才确诊，相反也是 CT 值较悬，有37，血清抗体 IgM 阴性 ，IgG 是阳性。按16485在7月跟10月总共接种了2剂的 AZ 的疫苗。那16486的话是在7月底的时候有接种过1剂 AZ 的疫苗。那因为目前研判起来都是属于这个比较久远的感染哦，就是非近期的感染，因为他们的病毒量偏低。另外，也新增加1个死亡的病例是80多岁男性，今年6月发病了确诊，7月底解除隔离，顺伊登去厝的。10月初，佮因为身体不爽快而住院，10月22来死亡。他在这一段住院的10月1号开始住院的这段时间，也有做过多次的采血，那 PCR 检测也都是阴性。另外，疫苗注射部分新增加7例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通报，包含 AZ 有2例，莫德纳有4例 ，BNT 有1例。其中 BNT 死亡的个案是桃园市15岁女学生，本身有神经系统病变的病史，做完疫苗了后21天死亡，是国内疫苗注射了后通报死亡事件内底年龄上最个案。9月14号接种了 BNT， 那并没有身体上有不舒服的现象。到10月15号，那上体育课的时候，那身体不舒服，后续送到医院急救，那到院前死亡。另外，第12期第2阶段疫苗的有药注射，对25日早起10点开放有药，已经有77万4千人完成有药注射 BNT 头1剂。也有莫德纳第2剂。指挥中心讲，若 BNT 最后有药人数不足，考虑再国家开放意愿登记 BNT 的30岁以上民众，大约有28万6千人。这阵疫苗人口的注射率是67.7%，这次人口比是每100人95.1剂。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国内疫情稳定，注射率嘛咧增加，不少民众就认为讲会当豆豆放零边境的管制。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疫苗第1档要超过7成的民族资料，第2档超过6成才有本钱来讲。那咱国内有管制出入境，即摆有真侪国家嘛拢要求要有疫苗注射证明才会当时加走。指挥中心就表示，咱出国要用的疫苗电子证明已经规划好势啊，驻外单位当咧甲各国敲切，毋望因会当认证。新冠肺炎伫全球滚价将近2年，各国伫做新冠疫苗了后，拢推出疫苗护照等证明。有立委关心台湾电子疫苗证明是毋是已经规划完成？另外，部分台商伫中国完成做2剂中国疫苗，台湾是毋是承认呢？不一定交生，不一定中国国药还是科兴，它会是在我们的电子疫苗的证明之内哦。WHO 有认可，当然是有一个国际认可的一个标志在。对，所以这地方我们一定要列入考虑，除非我们有能够有证据显示它的药效效果是不足的，那我们再把它排除。陈时中指出，疫苗电子作为证明已经规划完成，咧请外管协助互相认证谈判。另外，国内疫情等好，大家拢关心边境什么时阵应开放。陈时中伫立法院表示，第1期疫苗注射率7成，第2期6成，才有本钱讲边境放零。农历春节可能有真侪人等来台湾，指挥中心会用必要措施，请请外籍人士提早延后来台，留出防疫旅馆的量能。我们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说请相关专案的这个人
外籍人士的部分，在明年春节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暂时，你要么就提早，要么就等到这个春节之后再入境，让那一段时间可以让国人可以顺利返国。但中间强调，国际疫情依然严重，入境了后检疫14天政策未改变。但市长也表示，疫情变化大，那直接登去厝内底隔离也是有点烦恼。不过会纳入考虑，按算2礼拜内会公布相关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陈柏惟访罢免了后，今日登去立法院质询，有搁为民进党的立委加油。针对着伊欠出来的亏，陈柏惟是表示希望基进党会当派人出来参选。因是后一个可能会面对罢免投票的立委林昌佐，今日是表示伊会全力面对接落来发生的问题。陈委员早安，委员早。我注意到吼，前阵你去美国。罢免通过了后，陈柏惟第一摆质询恢复台语提问，伫上台进前，真侪民进党立委为伊加油。党团总调郭建民也甲讲话，不过伫媒体的翕的情形下，真紧结束对会。好了，我们还有1个礼拜嘛，不要这样。对是不是应该修300法调整抗战，伊无意见。对留落来立委10处，也是希望基进党员派人参选。我们年轻人比较多，很多都要回去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哈，可能要先看一下祖宗18代有没有人犯罪偷窃。而且可能比例案罢免投票的台北市中正板甲区立委林昌佐也甲陈柏惟互相加油，对比看做是一个罢免目标。那罢免第2阶段连署通过会全力应用。到底什么样子的策略是最对的？我想这个还是，也不可能一时之间就真的可以去把它规划清楚嘛。那但我们会非常严肃的来因应这一个问题。也要面临罢免投票，高雄市无党籍议员黄捷对陈柏惟被罢免表示遗憾，不过强调爱尊重民主结果。黄捷也支持林昌佐，希望选民用民主的方式将林昌佐留伫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这边的罢免案通过了后，有真侪人咧讨论罢免通过条件敢有适当。有学者就建议讲，罢免的制度爱想办法伫咧追究政治责任，甲维持政治稳定当中找到平衡。另外，罢免通过了后所让出来的亏，照规定应该是3个月以内爱举行补选。即阵敢会甲12月18公投做伙办，爱等中选会公告。伫立法院头前发动2020年秋投，民间团体呼吁民众12月18日出来投下公投票。我们希望用公投的方式，能够来让民进党收回进口莱猪以及要破坏藻礁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不过，公投是毋是北补选？中选会28审查陈柏惟罢免案投票结果，到时阵补选日是毋是结合12月18公投，也真受到注意。另外，陈柏惟被罢免了后，民进党内掀起罢免的标准是毋是修法的讨论，和国民党口说诚侪是随时检讨式的标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就算是过去旧的双2-1罢免制度，陈柏惟罢免案投票意外通过，民进党敢若选择对家己有利的方向。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就对。昨天嫌罢免门槛过高，今天又嫌罢免门槛过低，那只要罢免对象是国民党的，他们就觉得门槛越低越好；如果是罢免的对象是绿营的，他们就门槛越高越好。我想，主策机关是内政部，内政部可以多听各方的意见，多多整理这种事情，要把它整个完整才好。学者分析，罢免的概念是当初投票予当选人的民众后悔啊，所以讲罢免票也应该爱比当选的票数较多才算合理。不过，这款的方式伤过严格。学者提醒，罢免投票是政治克制加政治稳定两种价值的冲突，条约应该爱冷静来思考这两者的平衡点。像这次7万多票，可能上次根本就没有投给陈柏惟嘛，那等于是他又要再选一次的概念，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修法都是政治考量，而并不是真的有了共识之后而产生的修法。学者也讲到，即阵选区多席次甲单一席次的罢免规定拢是同款，并无合理，可能发生议员遭到其他议员支持者简单就联手罢免的状况，而这也是未来若是要修法应检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的亲家赵玉挑，甲囝婿赵建明，因为牵涉到台开内线交易案，互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判刑确定。赵建明原本是门仔载要入监，但是今日下晡4点外，赵建明就提早去报到，下晡5点外去台中监啊服刑。因为赵建明的户籍地是伫咧台南。因为赵建明住伫咧台南，户籍地伫咧台中，受刑人会当家己决定是要去倒位执行。赵建明今日提早报到，原来是伊的爸爸赵玉挑，因为台开案红判4年，明仔载是预计会去台南地检署报到。昨下晡依然发生今年上大的6.5地震，全台湾拢害惊。今日半暝，屏东甲台东嘛有发生2站地震。不过气象局表示，这2站地震甲昨下应该是无关联。有专家就认为讲，台湾未来有袂少隐没大的地震。虽然讲这款类型的地震深度拢会较深，不过可能会造成土骹底结构无稳定，嘛是爱做好防灾准备。宜兰南澳礼拜下晡地区冰心，全台有感觉，伫这个规模6.5地震，今年以来上大地震了后。8月25透早，屏东县李港乡也发生规模4.2的地震，3点42分，伫台东外海发生规模3.9的地震。民众烦恼讲，这是礼拜大地震了后所引发的。气象局表示，初步排除这个关联性。2起地震发生的位置，跟我们昨天在宜兰这边发生的南澳这边的地震，其实它的距离其实是非常远的。我们认为它这3起地震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气象局表示，礼拜宜兰规模6.5地震，属有板地互相溃来溃去造成的隐蔽大地震。地形是地震较深，能量释放会较紧，而较烦恼的反倒当是当地较接近地表的南宜兰古厝。伫宜兰甲花莲的交界，陆地到近海10到20公里的范围。历年观测资料显示，当地地震多，地震的减幅势力是较悬。宜兰平原一直拉开嘛，一直张裂开的时候，地壳破碎的时候形成的地震。那这个地震深度大概就是在20公里附近以内的地方，而且经常发生，规模大概都是4点多、5点多。有专家认为，去年甲主年的地震较少，台湾可能已经进入8年一摆隐蔽大地震的活跃期，尤其是西半部地区最近的地震较少，累积能量无释放，这就要特别来注意。现在是那个比较活跃期，而且它活动的次序大概是先西部会有一些大地震，像921大地震这样，然后接着就是那个以末再会比较活跃。专家分析，隐蔽大地震因为深度较深，加上款规模，也毋过深度较浅的地震来比较，相对影响较小。不过，若是隐蔽大发生规模更加大地震，也是出现灾情。不过，即阵的科技原无度来预测地震，提醒民众也是要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片头渔港曾经然出现一只海豹，不过因为咱附近的大海环境无适合伊生存，动保处今日是出动济人想要甲抓起来，送去适合的环境安置。不过因为海豹的动作伤紧，行动失败。唱水人员慢慢挖进小海豹，希望抓起适当的环境安置。不过小海豹好亲像是行一条，真紧到伫现场。新北市的片头渔港24罕见出现一只小海豹。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报警处理。动保处到现场了解了后，决定25透早围捕安置。大概是亚成体的海豹。那至于品种的话，目前也没办法确认。海豹在小跟长大，它的颜色，整个体积都会变。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它目前应该是还尚可，因为它对人的警觉性也很高。这海豹出现，马上在网络引起讨论，佮怀疑是毋是甲2时的强烈地震有关系。动保处表示，海豹生活伫个真悬海域，这只海豹为先行判断，好亲像游玩的食冷，怀疑甲妈妈失散了后，对海流误入渔港。不过专家认为可能性无悬，可能是走私或者是互专业机构放杀。饲养机关的话，可能这些动物生病，可能也不好照顾。也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容易照顾的，那这些饲养单位可能不想花那么多钱，那恐怕台湾附近也没这个兽医。答案就是很明显啦。专家建议政府应该对有饲海豹等海洋生物的专业机构，强制要求部长做册，采集 DNA 列出族谱，才能管制可能的放杀情形。海豹出现原因要去调查，不过海豹出现嘅消息，煞留予大家满满的惊奇。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压厝价，政府推出真侪防止差价小政策。不过因为厝租的成本变悬，厝税嘛愈起愈悬。根据租价总处的资料，国内租金指数已经连续2个月创历史新高。甲拄啊洗好的白色贵宾狗仔毛，外后开吹碰碰，再搁换全新的尿珠啊了后，美容大概上完成。这是原本伫台北金湖路美国在台协会附近宠物美容店，无想到拄着起厝税，无法度负担，只好搬厝。房东就是觉得 AIT 盖好，然后那边就是美国区，所以那一排整排的店面租金都平均都涨大概要5000到1万，1楼的平均租金大概都要到10万。那觉得有一点无法负担，所以就往高楼层移动。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国内税金为2021年3月了后就一直起，一直到今年5月，因为疫情的关系，租金指数才头一遍落落来。不过8月到9月又搁开始回升，而且连续2个月创下历史新高。若做以实际租金来看，国内7大都会区今年10月税金比去年比起来起差不多1成以上，国加上愈来愈侪台北市税厝的人刷出去，也造成新北市10月每一平的平均租金是1125块，比5年前2017年836块差不多起34%。桃园最近5年的税金嘛起32%。而中南部最近是因为新推出的建案真侪，连带租金也是同步起价。最近5年也拢有差不多起2成至3成。持有的成本的包含一些房屋税、囤房税跟豪宅税的部分，它的一个持有成本它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整个租金的部分的话，整个调整的幅度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目前台北一坪租金大概1700多的开价。那你租个10坪套房，可能就占了社会新鲜人可能超过他薪水的1半以上。但这边表示，最近政府新连续压炒房政策，让厝主处理成本愈来愈悬，将部分成本转予税厝的人，准讲无要买厝，税厝的压力嘛愈来愈大。所以政府除了加紧社会主体兴建以外，嘛都爱提供更侪补助加协助，无只买袂起嘛税袂起。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火灾过10多天，各县市拢要咧无用检查旧大楼的安全问题。伫咧台南道一栋莱雅大楼已经趴荒10多天啊，毋过有一寡弱势民众住伫咧内底，有所有权人就希望市府会当斗加建。毋过因为这栋大楼是私人的，但是所有权人无全部拢同意，市政府嘛无法度斗相共。伫台南市区已经趴荒真侪年的莱雅大楼，内底是顶真侪粪扫，敢若电梯早就歹去啊！规个楼层是拢远远细细。毋过，互人感觉真意外的是，竟然还阁有7户的民众住伫这栋大楼内底。应该30-40年了有吧？人买厝嘛是投资啊。我住足久啊，我住10几年啊。啊，所以无感觉无方便啊吼。惯势啊。会住足恐怖的无？袂啊。莱雅大楼拢总有14层楼高，地下有3层，已经趴荒10多年啊。英国内底捌有饭店、西餐厅、舞厅甲套房等等。有所有权人强调讲，其实大楼的结构并毋是像外界讲的遐尔歹。部分所有权人嘛希望会当原地改建。之前捌有多间的团队进驻，毋过因为无共识，加上长久以来拢无使用，才会趴荒遮尔严重。拄讲都特别来讲来吼，伊甲讲1平换1平，我讲我头半年我就答应，结无影。伊要啊讲20平换5平安尼啦，啊看遮住我倒一个卖。建物的所有权大概高达大概50多个，意见没办法整合，市政府就很难介入，所以大概没办法进行后续的工作。基于这个公共安全还有这个整个都市的安全发展这个角度来协助。高雄城中城大楼火下了后，都市旧建物的问题引起外界关注。地上物所有权人甲地主的意见若是无共款，整合就有困难。公部门敢会当辅导办自主途径，因若针对有危险的旧大楼，目前敢会当由公务单位定期去稽查，甲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台南有一栋大楼，因为自火架厝边的露台敢若差36公分，长期拢去互对方的氛围来困扰，甲对方讲嘛拢讲无路用，去就气甲体过。因为自火有提供伊咧食薰的证据，法官就判伊胜诉，爱赔伊5万块。台南市北区这栋大楼电梯内底这张广告特别明显，是将合租户告厝边胜诉，和对方原搁伫厝内底食薰。其实烟害的问题在公寓大厦来讲算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案例啊，是我们住户在长期收证下取得的一个胜诉，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提过的住户甲厝边两间阳台只隔36公分，厝边食粉都二手粉传入去，真侪摆劝阻拢无改善，互住户决定提告，请求禁止对方伫厝内底食粉，也要赔偿5万块精神抚慰金甲18万医药费。瓦斯、蒸汽、臭气、烟气等气体这些类似的情形，有侵入邻居的这个土地或建筑物，是可以禁止，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法官根据住户收证资料甲管委会罚款的事实，认定厝边确实登记互二手粉，窜入住户厝内违反民法793条，去向侵入禁止的规范，判厝边败诉，要赔偿住户5万块的精神抚慰金。不过，另外请求医药费无法度确认甲二手粉有因果关系，驳回专案应上诉。大楼大个人多，有时阵常常因为声音气味互相影响，即摆胜诉也互管委会审定落来，打广告互相提醒。若真是要食粉，还是去专属的食粉区，才袂造成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新厝有一间便利商店，今日早起10点外，有歹徒趁保全咧保钱的时阵开枪抢劫，抢走51万8千块，目前也未抓到人。画面当中，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抢劫了后，就驶车逃走。目前警方已经找到车，嘛锁定对象，正在想办法抓人。对查讲敢有共犯？警方认为讲，歹徒可能明早就探路探好势，算准保全公司的时间来犯案。国北关自10月份就落到单，台北市卫生局抓到4间医美诊所，利用网络也是通讯软体来拍广告。根据法律的规定，医疗院所是袂当用优惠也是送料等这款手法来拍广告。这4间医美诊所用5倍券的优惠来请人客，相关会当罚25万。医疗院所透过社群软体以进行5倍券促销，不过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医疗院所袂当以优惠拍折送疗亭这个商业广告来促销，违反规定的会罚5万至25万。有4间医美业者打着红线，叫台北市卫生局处罚。110年到目前为止，就是有关这个利用5倍券来做相关的宣传医疗院所的违规广告裁处的案件，目前是有4件。那总计是21万元。除了通讯软体、社交网站，也甲电视购物管道、促销医美疗亭，甚至是电视购物台刊布医疗贩售票券，协助医疗机构招生理，这拢违反着医疗法。广告当中含有头一个唯一甲首创这个广告词，也是违法。另外，25台北府新增加一个本土确诊个案，是44岁的男性，陪伊的太太生产，23 PCR 阳性确诊 ，CT 值是37，研判是旧案。囡仔读幼稚园，市政府鼓励师生100多人采检。另外，研究所的同学甲老师拢总2个爱居家隔离。因为它并不是疑似 Delta， 所以我们不会做停课的要求。太太的 PCR 是阴性，同住家人目前有5个人，然后已经做完的 PCR 全部都是阴性。新北市25也新增一个本土个案，已经做过2剂 AZ 疫苗，2是陪伊阿嬷去家人病院看病，因为陪病需要采检阳性确诊，CT 值是33，推测是旧案，无传染力。CT 值很高，没有传播到给他的同住者。那目前感染源还在厘清当中。第12轮疫苗要开始做，第一阶段出现大量无毒医药的情形。市政府认为是中央第一阶段需求量是41万人，加第2阶段18万人差伤济，分配无平均，致使着医疗量能不足。郭文哲呼吁中央改善效率，充分利用已经有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人母一个11个月红婴仔伫义务引导死亡，家属要求义务要负责任。有民意代表就建议讲，义务引导应该拢爱装监视器，若是有争议的时阵，就会当查好清楚到底是啥人的问题。不过，啥嘛是有侵犯隐私的争议。针对这项建议，社会局是表示，目前无强制义务引导就爱装监视器，但是会加因鼓励。家属来到议会向议长陈情，讲到查某孙仔着啉袂调流目屎，因为在一个大查某孙送去请人顾照顾，第2天就伫引导头壳受伤而死亡。家属就是要知道怎么发生。我很难想象我们家在那边3个小时，到底遭遇了什么。
10月中，高雄林武的查某婴仔敢若防虐待案件引起社会注意，家属希望知影真相。不过，只有顾囡仔人会讲话，互家属无法接受。民意代表建议市府应该推动，讲顾囡仔人引导爱装监视器。不过，惊会侵犯个人私密的问题。你没有装，你会觉得你没有安全。就很怕小朋友怎样，那你又装在保姆家，那保姆的隐私怎么办？身为父母亲的话，我会是希望如果可以装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安心一点。监视器是毋是要装？民众感觉两难。其实即阵只有托婴中心必须依法强制装这个监视器。社会局是鼓励讲顾囡仔人爱装，并且公布伫介绍平台，互家长来参考。毕竟他是在家里做这样的一个照顾工作哈，那有这样的一个监视记录的话，其实对保姆来讲也是算可以保护他。好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保护孩子。那监视器讲顾囡仔人健康相关受到关心，社会局表示，拢会派人定期来访视，确认环境甲身心的状况是毋是良好。另外，是毋是应该定期来健康检查、心理评估等，会建议中央来立法，互县市政府会使落实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政府主张要做第3档疫苗，安尼民众伫咧圣诞假期的时阵，就会当自由活动。但是反对党是认为讲，应该个封城，也是限制群聚的活动。若是疫情的情形，东欧迄边的确诊甲死亡的个案是一直咧增加，亲像俄罗斯甲匈牙利这寡国家，拢已经破纪录。根据英文莫斯科时报引用的官方统计，拄则过拜六进前，俄罗斯全国一天新增加确诊加死亡比例分别是37000多人加1064人，合计总计死亡比例超过228000人。英国莫斯科时报本身的分析是显示，累计死亡至少有66万人以上。Потому что и по своим вызовам знаю, что пожилые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еще до пандемии не выходили из дома, они заболевали ковидом, у них был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тест, они никуда не выходили, но жили в многоквартирных домах. 俄罗斯虽然是早期就研发疫苗的国家，不过疫苗注射率一直偏低，全国主办2剂疫苗人数也无到一半。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下令对10月30到11月初7，各地公司行号甲政府机关一律停班，并且授权地方政府，一旦当地疫情继续清悬，应家己延长停班的期限，以免疫情一直摊开。另外，东欧其他国家的状况也是真严重。路透社报道指出，全球总计死亡比例前5名有3个是来自东欧，分别是俄罗斯、乌克兰甲罗马尼亚。东欧地区平均的疫苗注射率无到50%，也就是讲超过一半民众连头一剂疫苗拢无注。莫斯科时报指出，俄罗斯境内已经出现Delta病毒的新变种，传染性更加悬，名称暂定是 AY4.2。另外，处在西欧的英国起起伏伏疫情，又出现清悬的现象。面对这边来临的圣诞节假期，政府提出所谓的比计划，也就是注第3剂疫苗，互民众在假期期间也适合参加各种宗教甲庆祝活动，也阁必须强制挂嘴安。不过，在野党定定主张应该落实 A 计划，也就是严格管制民众出外活动。另外，部分医疗专家认为，不妨对 A 计划加 B 计划一次部分来推动防疫方案。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美国的影星 Alec Baldwin 进前咧拍片的时阵，使用道具枪，所以意外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所以有真侪人就认为讲，好莱坞应该禁止用真枪。这个联署活动到今已经超过17000人参加。将近200个电影人员23暗时伫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奇追悼2天前不幸伫拍片现场死亡的42岁女电影师海琳娜·赫琴兹。She was so dynamic, and when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s, it's devastating to all of us. From background to crew to SAG actors to IATSE, everybody is devastated. 赫琴兹是这部电影《Rust》的电影师，伊工作人员伫新墨西哥州圣塔菲一个牧场拍片。演员亚历鲍德温为副导演大卫霍尔斯手中摕到的道具枪，刷射出枪支，拍中赫琴兹甲导演乔苏萨。赫琴兹仗义不敌，苏萨已经出院。圣塔菲警长办公室的声明指出，案发了后，鲍德温主动配合调查，讲事实的经过。经手道具枪的霍尔斯是讲，唔知影枪内底装的是真的枪支。平常时拍片的时阵会使用政府空包弹的真枪，不过游玩真危险，因为内底有火药用来制造逼真的火光甲射线。一个做道具枪出租生理30年的业者，伫访问当中表示，考虑到空包弹暗藏的危险性。20多年前，伊就停止出租真枪予电影业者。And if it's close enough
the blast itself can puncture open tissue, even fracture bone. And that 代志发生的隔天，美国热门雅集菜鸟警察大招宣布禁止所有真情道具。车湾目站也出现禁用真情的连续活动，日时为止超过17000人响应。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寇代赛也表示，会推动相关的立法。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非洲昆雅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当年的7月到10月，乌尾牛羚的大迁徙，互讲是动物界上界壮观的景象。不过，因为气候变迁，降雨量减真济，四界拢大批批找无食。乌尾牛羚留伫咧坦桑尼亚，这款迁徙的景象嘛加真稀微。位伫昆雅南部地区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每年拢会出现几啊十万只的乌尾牛羚。对坦桑尼亚的盖伦盖提国家公园跨越边境，进入到这片总面积1510平方公里宽的大草原来饲食。乌乌一大片，这么多只的牛羚，壮观的景象，互看过人是一世人拢会记的。 It's usually an endless mass of black, but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yeah, it has been very regular.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讲，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落雨是大大减少，大草原这草拢打起，这是不个无确定性，互大批乌尾牛羚留伫坦桑尼亚。往年几啊10万只动物迁徙的情形也拢无快啊。另外，这个现象所产生的效应，恐惊互整个食物链拢遭受到冲击。 The annual wildebeest migration provide a very vital. They play a very vital role in the Masai Mara because, they bring that that bulk food that the predators need. So if you cut down this main source of food, then basically the predators won't make it. Especially the lions and the hyenas. 河川的水量不足，保护区7月村民感受是特别深。 If there's no rain soon, we are going to lose a big number of cows, which is a problem to us. And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So we are just praying so hard for the rain to come. 大草原的食物欠缺，食物链无稳定，动物的更加接来跨越出因定的活动的所在，人甲动物的交集会变甲更加多，冲突恐惊会随之增加。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 9月的时阵，咱台湾甲中国拢申请要加入 CPTPP。日本驻台湾的副代表星野光明顶日啊受访的时阵就讲，台湾的政府伤过乐观啊，因为连日本的食品到今都无法度完全开放。台湾要加入上大障碍是咱家己。不过今日伊参加活动的时阵，对台湾加入的态度煞是向大转变，讲日本会一直支持台湾，咱台日双方拢爱拍拼。 9月底，台湾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进忠捌读关键会，台湾成功加入的几率真悬，所予日本驻台副代表星野光明破冷水，讲台湾政府伤过乐观。不过星野光明煞即马向解喙，强调台日友好，讲日本一直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我们一直支持，就是这个台湾加入 CPTPP 嘛。不过对福岛食品争议，星野光明捌讲过，台湾加入 CPTPP 上大障碍是家己无科学证据，所禁止福岛食品。不过即摆伫媒体进行受访，煞真低调，无讲福岛食品，该讲台湾应该自我提升对世界脚步，将福岛食品的球等互经济部官员。 自有化的一个要符合这些的高水准的这个品质。我相信我们会提出申请，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核实的部分一定是依照国际的发展趋势、科学的一个数据来做后续的处理。 其实 CPTPP 成员国有11个，虽然由日本主导，不过用强势决，爱摕到 CPTPP 入会许可，所有会员国一票拢袂当少。所以除了日本态度以外，新加坡2021年是 CPTPP 主席国，进前就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加入。另外，秘鲁也是亲中，中国是主要贸易友伴，也伫秘鲁当地投入经济建设，甚至也个疫苗外交。 最近大相反映越南政府有怨言，台湾部分经贸规范有真济不合理，强权拢爱去沟通协调。看清时事，加入 CPTPP 的难度是蛮高的。我认为以目前的状况应该是乐观，不一定跟政治扯的那么关系。台湾目前是很受各国欢迎的。
不过有学者认为部分会员国表态支持中国，无代表着反对台湾加入。台湾现阶段除了甲会员国沟通参详，还佫提升所有法规甲国际记者。目前也佫有专利法、商标法甲著作权法，要赶紧修法，要拼这个会期完成3读。佫伫开放进程，互产业冲击更加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女性顶一日咧坐台北捷运的时阵，常常收到青份人透过苹果的手机AirDrop 传相片，结果点落去看，竟然内底是盗行盗假相片，互伊惊一个赶紧报案。警方调监视器发现，找到这个传相片的查甫人，伊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甲上班。警方表示，这是上新型的科技犯罪手路，最近这2档已经接到未少案件。穿写字这个查甫人对伫穿短裤查某囡仔后壁，行入去捷运车厢，面对面坐落来看手机啊，看起来真正常。毋过，这个查甫人熊熊看这个查某囡仔，捷运到站，佫赶紧落车。这个查某囡仔真惊吓，原来伊的手机收到对方传来的不实相片。以 AirDrop 功能发送猥亵图片，试图性骚他人，触犯刑法235条。散布猥亵物品罪及性骚扰防治法。警方接到查某囡仔报案了后，顺线找到这个涉案查甫人，伊是利用苹果手机AirDrop 这个功能，因为伫9公尺范围内，只要讲设定无关，共品牌手机就会当收，所以伊防约小常识的名义，将不实的相片随机传到被害女子。这种透过手机功能传送不明图片，未少民众其实嘛捌拄过。因为就打开 AirDrop， 然后就会收到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梗图的照片那一种而已。就在捷运上的时候，然后收到陌生人就是传过来的一个讯息，然后我就按拒绝，我就没有理会他。捷运警察队表示，这种方法属于新型的科技犯罪。国内最近2年陆续接到3件这种性骚扰报案，只不过目前敢若1件破案，也是透过监视影像过滤清查。捷运警察队是讲，这种的科技犯罪，手机使用者要设定真简单解，要追查无简单。安怎防止所谓科技犯罪呢？平常来讲，如同这个一般的这个做法，就是我们把 AirDrop 就是只限联络人，或者你把 AirDrop 关掉的这一个概念，这样子会稍微比较安全一点点。治安专家是讲，一旦关掉接收功能，也是限定联络人，防止有心人犯案，也当避免接收到病毒档案，也甲告知外泄的风险。同时，伊也讲，有嫌犯也有可能利用科技的方便锁定目标，来跟踪人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位网络名人涉嫌用 AI 换面的技术，做成赤身裸体影片来卖。受害者立委高嘉瑜甲议员黄捷今日就开记者会，呼吁要拒绝所谓性暴力，也要求法务单位要赶紧制定 AI 换面的相关法令。摕解说手帮煞唔画口号，用丁笔来表达抗议，因为网红小玉用 AI 的换面技术制作名人合成色情片来咧敛钱，包含总统蔡英文、立委高嘉瑜、高雄市议员黄捷这的人，拢来正做受害者。高嘉瑜伫个25举行记者会，强调讲，即卖法规还佫无够硬，会来适当刑法第10条，增订性隐私影像的定义，并且增订刑法侵害性隐私罪章，会甲刑度有关到上悬7年徒刑。如果是意图盈利是贩售等等的，而犯第1项之罪呢，我们会可以加重其刑到1/2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的强暴，我必须要非常严正的指责这样的事情。把这个科技用在这种性隐私的影像上面，我们是可以加速它的立法。因为受害者往往是以妨害名誉的罪来甲提告，这算是轻罪，甲犯罪甲比起来，这是无碍着赔。黄捷拜托立法院要紧的来修法，唔通阁有受害者。高嘉瑜嘛要求相关单位要紧来提出修法的版本。到底要从哪个方向去做？我觉得可能让我们有一点点保留。那我们会尽快的在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之后，可能会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CC 目前也在针对所谓的数通法、数位通讯传播法来进行草拟，中央主管机关就可以依据数通法去要求线上平台来做相关的处理。考虑到韩国的处理方法是先强制下架，并且追究相关人的刑责，高嘉瑜要求 NCC 我爱甲这部分甲纳入去修法，再当伫个第一时间遏止这的不实的影片世界咧流传。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安滨海乐园去年10月，台中市府甲外包经营，要打造做生态乐园区。
不过，当地居民是指控讲，业者乌白草防风林面积已经超过2000多平，若是透东北季风的时阵，风飞沙可能会真严重，甚至会影响到因的生活。业者就表示，因整理园区的北平岭，未调工去破坏防风林。台中市的管理局嘛表示，除了甲因裁罚，嘛要求业者爱甲这寡树林拢总种倒转来。居民伫现场有被布条抗议，指控大安滨海农园的豪华农业区将原来防风林撤掉，互因的生活受到真大的影响。它最北边那个部分把它挖空了，以后台风来会陆续倒。当地居民表示，台中大安滨海农园的委外厂商去年10月进行园区的整建，暗过乌白草2000多坪的防风林，而且超出营运的范围。自救会是质疑当地防风林有上100年历史，即马所防过度开垦，就算讲业者保证树仔栽，嘛无法度阻挡真强的东北季风。以前是防风林用地，现在改为我们游戏用地，所以可以做一个砍伐动作，但是没有考量到我们整个地区的居民的生活居住。实际200口园区挖近北边的空地啊，业者已经进行绿美化，也种防风林。业者是讲，这片差不多400坪的用地。因要入来进前，已经原本就有建筑物伫遮，只是撤掉大树仔尔，好人有将原来防风林撤掉，而且用地拢符合规定。委托营运的范围呢，全部都是属于油气用地。那我们整治的这个范围也是属于我们委托营运的区块之一，所以绝对不会是防风保安林。过度疏伐，经实测面积约为480坪，管理局已要求该公司务必依契约规定来办理。台中大安滨海农园去年10月由台中市政府委外打造成合法生态农业区。台中市管理局表示，已经依照违反契约的规定对业者处分。市政府是讲会定期追踪验护情形，若是讲抑有破坏情形，会依照违反契约的规定加重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情愿大工厂立足点，要进驻苗栗东路的科学园区。当地居民是烦恼讲，西湖溪可能会受到重金属的污染，要求要有一条专门的管来排废水。环保署嘛说明讲，即卖管理单位是新竹科学园区的管理局，不过今日环评的初审，因为竹科管理局无法度详细说明规划，审议要搁来保证，搁来审。黄莹莹的调查就亲像一块金黄色大画布，每一种农作物拢是标着东路甲西湖乡民辛苦种出来。不过当地人即马上烦恼是，种鱼大工厂立足点要进驻东路科学园区，一摆要增加5倍以上，光是发骨水的氢氟酸排放量。也希望他们建设，但是因为立基店呢是俗称化骨水，叫王水，这水到西湖溪来的话，我们整个西湖溪就完蛋了。他们的废水就直接的排到西湖溪里面了，完全漠视在下游有18处的农田的取水口。这期废水会直接排入东路甲西湖乡的重要河流西湖溪，污染土地甲农作物。立法会连锁的乡亲表示，当地并无反对商业进驻，不过要做好配套措施。因认为专供专排到出海口才能解决负面影响。不过立足点到即马无甲乡亲沟通，环保署出面接受电证书，罪名即马审理的是竹科环评变更案，也是翻查分析。开发单位是竹科管理局。因为今天这个不是一个工厂的环评案，所以立基店其实它不是这个案子的开发单位。那从法律面来说，我们约束的是竹科管理局，然后再透过竹科管理局再去约束它进驻的这个厂商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保对策。竹科管理局伫第3摆初审会议提出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小松每年排放总量会为1.201吨增加做5.732吨，氢氟酸每年排放总量为1.596吨，增加做10.06吨。因为无法度详细说明地检规划，委员决议保证再审，佮附带决议要求说明全港排海可能性评估时程。记者综合报道。第12轮的公费疫苗今日开始注射，高雄新增加一个注射站，是一间专门咧办桌的饭店。因为这批提供3种疫苗咧做，人数就会较济，所以市政府才会安排交通利便的饭店来做注射站。伫
伫大厅有人即应上3楼，唔知的人叫是遮尔侪人要来饭店用餐，其实民众是来加注预防车。家属在右边等哦。 3楼的宴会厅全部拍通，成做大型的注射站。伫装潢豪华的高级饭店内底，民众分区等待注射甲休困。有人讲安尼心情较轻松。 有点像要进来吃饭，排在这边好像气氛比较缓和一些，不会那么紧张，很舒服，然后大家都很专业，我觉得非常好。第12轮公费疫苗拢总有3种，这个新的注射站逐工注无同的疫苗，目前一工预约3000多人，按算3工会当提供1万人服务。来自预防车的民众有专门的通道，绝对袂人客人。施打的民众跟用餐的民众是有做分流的一个处理，而且施打站是在我们3楼的整个楼层，跟其他楼层用餐的民众是完全做区隔的，而且每天施打完毕之后，整个场域都会做所谓的大清消。卫生局表示，这摆12轮第一阶段注射的人数有35万6千人，人数真多，才会伫北高雄捷运站边仔增加注射站，拢总规划1600外的场所，希望提高高雄的注射率。记者邓嘉文、罗维做高雄报道。公司台语台要推出新的电视电影《故事曲学啊》，内容改编婚姻真实的故事，佮结合保育类的动物被塑造的议题。今日伫咧台北办首映会，先带大家来看精彩画面。保育鸟类曲下，大部分拢栖息伫咧婚姻馆翠顶村。今仔国际野鸟协会啊，毛甲联动呢，等环评来通过，咱这个所在就真有机会变做生态保育地啊。公司台记台台记有影，佮新出第3部电视电影《故事曲下》，甲关注婚姻在地故事，结合保育类动物曲下，也就是巴色鸟，甲守护乡土等等议题，用电影的手法来呈现。这个 Q 哈就是巴色鸟的意思。逐摆伊若是拄到这个敌人的时候，伊拢为伊的收的反方向去飞，是安怎？伊要顾伊的收，要顾伊的领地，吼。这都是符合这出电影伊的精神。这是一个很符合台湾在地文化，不管是它在地的风景也好，因为他们家是做茶的，哈，就是结合在地的景观，还有政治的抗争跟人文。为着钱出来，家己各种种代志我做袂到。啊，你叫是扣下会当叫全村的人。安尼地是阿爸留落来呢。阿爸，伊唔是你阿爸啦。我真是后生诶！这出用电影规格翕出来本土戏剧，剧情对百年地厂的故事讲起，描绘村人面对开发甲环境保护，要安怎来做选择。规出戏90分钟，演员黄定辉、郭武伦等等，拢用全台语来演出。10月30暗时9点，伫公司台语台来放送。记者陈雅文张随台北报道。眼镜歌是一种真宝贵食物，不过行眼镜歌的过程其实真麻烦、真搞工。咱带观众朋友来做伙看卖。当年的寒天若到，用人参干煮红枣茶，也是小小的甜汤，拢是上温暖的享受。尤其传统用茶烘出来的人参干是特别香，不过这过程是不只要搞工。过程的话，大概要6到7天，用文火慢慢去熏的话。第一，味道会进去；第二，把那个果肉里面的水分慢慢的蒸散掉，那它的果肉会慢慢的紧实，要 Q 弹。将叶仔甲蒂头随下随下加掉，再搁加倒入去药内底烘做人参干。过程若爱接来加冰冰悄悄的，用火嘛爱真足，安尼烘出来人参干才会又搁香又搁 Q 又搁甜。那刚开始在起火燃烧的话，我们用小的去把它引燃。那引燃之后，我们会慢慢的靠中木材去把火势加大，火势稳定了之后，我们会用大木材去慢慢的做慢火微熏。虽然用假树嘛会当烘，不过真侪农民也是坚持照传统古法，用茶来烘人参干，就是希望将气味上赞、口感一等一的人参干送入去大家嘴里。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29度，
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20度到28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晚安，再会。Thank you.